Hi，我係多瑪內衣女王，我又係 Havina 唔緊而有效功能內衣嘅主理人。仲有，你估下我仲有咩身份？我仲首創咗無障礙內衣店，個試身室帶到2部輪椅一齊入去都得㗎，更加係 Havina 自家品牌嘅 designer。我亦係內衣製造行業少有嘅女性代表。Oh sorry，我係中意嘅 Havina 創辦人。10年前 ，Havina 從一間小小嘅零售店出售 OEM 內衣，從此就打開咗 Sorry 不一樣嘅人生旅程。佢開始深耕女人內衣嘅秘密，不斷去世界各地進行技術研究、學習、突破自己。憑住獨特見解、大膽創新思維，需經歷不少挫折，終於創造一個有自家設計嘅香港矯形及功能內衣品牌。全靠佢一直保持不斷求變嘅初心，經歷10年高低，成就今日嘅 Havina。Havina 華麗蛻變 ，Havina 已經唔係一個功能內衣品牌咁簡單。自從成立咗 Havina 之後，我慢慢咁有一個目標，就係希望將合適嘅內衣帶到全世界，將矯形及功能內衣做到 localization。為咗女性嘅美態，除咗追求外在，仲有內在，尤其對女性身體健康嘅關注。全新開發具有醫療級別嘅產品同埋特殊布料，亦都喺世界各地引入諾貝爾得獎美胸產品，配合獨有胸部保養，將 Havina 提升至一站式美胸解決方案地位，照顧 B to C 同 B to B 嘅客戶需要。Sorry 對高品質嘅執着，對顧客嘅承諾，令到佢嘅人生有多一個身份。佢係 Havina 嘅 Professor Sorry， 多謝你令我哋有更大志向，令 Havina 向世界出發。雖然未來仲有好多挑戰等住 Professor Sorry 去迎接，但佢憑住不屈不撓、不斷求變、勇敢向前、追逐夢想嘅精神，將會帶領 Havina keep exploring, keep shaping up， 創造一個又一個高峰。